又有呢個按摩產品介紹啦，我好中意 X Power 咧，俾啲按摩產品我試玩嘅，因為好得意同好舒服噶。上次咧有一個模擬人手嘅肩頸按摩器啦嚇，咁嗰個已經好舒服。不過如果你嫌佢係大部咗少少嘅話咧，喂，今次呢個咧真係非常之輕便啦嚇。咁望落已經夠細個啦，而佢嘅重量咧只有138克啫。佢嘅按摩原理咧就係通過熱感啦同埋電流刺激嘅，咁可以促進血液循環之餘咧，亦都可以放鬆肌肉。大家見到啦，呢度有3個 pad 就係會釋放熱力同埋微電流啦，同埋咧見到啦，佢左右兩邊咧係有彈弓係喐得嘅，咁我戴落條頸嘅時候咧都係非常之貼頸嘅。另外最中意佢就係操作簡便啦，只有3個掣嘅啫，就係開關同埋加減。咁但係唔好睇小佢喎，呢度咧已經控制咗6個嘅按摩模式，同埋9個 level 嘅按摩力度嘅。咁開關掣除咗開關之外咧，亦都係轉模式掣啦。你輕輕按一下佢咧，佢就會轉咗一個按摩模式噶啦。咁加減咧就係加大同埋減少個力度啦。我自己用完之後咧，係覺得即係條頸咧係冇咁緊，冇咁攰嘅。咁但係提醒咧，由於嗰個電流刺激咧，初頭咧可能大家唔係咁慣嘅，即係有啲好似針吉啊，少少吉下你咁樣啊。咁你可以由一個低嘅 level 下，低嘅力度咧就開始，慢慢習慣咗咧，先至加上去。上次個肩頸按摩器咧，你話要擺落袋嗰度周圍帶咧，就可能有啲勉強啦。但係今次呢個咁輕巧，仲要138g添，咁啊你袋喺袋嗰度，隨時搭下交通工具嘅時候，或者喺圖書館睇書咧，都可以攞出嚟按摩下條頸啊嘛。呢件 X Power 產品都有1年保養，半年內有壞仲1換1添。仲有購買任何 X Power 產品咧，即可喺產品表面做翻個個人刻名服務嘅，訂製個人以及公司嘅禮品打造你獨一無二嘅禮物啊！詳情可以向 X Power 客服查詢嘅。